大家好，今次試下荃灣嘅端記茶樓。未訂閱我嘅觀眾就快啲訂閱我啦！自己沖咗壺水先。鮑汁鳳爪味道好濃，一道以軟內入味，充滿膠質嘅雞爪。雞扎裏面鮮嫩多汁嘅雞肉同彈牙嘅魚肚交織，搭配鹹香嘅火腿，再包住軟糯嘅腐皮，整體口感豐富且充滿層次，冇浪費食物。埋單54港元，冇加1。食店評分，多謝收睇。